落雨目前是无阴啦，因为是阮昨昏，阮的迄个余亮图，昨个昏然后11点外，甲下早11点40，落115啦，115mm。系啊，那到目前准拄啊落大概135啦。啊，虽然落安尼，但是吼，阮阵水沟是无满。啊，因为水沟拄好整治。整治来到阮公司了，遮已经到迄个新埔桥，而且12点的粉农也有做好啊。所以讲，阮阵的水吼，咧透真紧。曾文溪的排水，无论是它的工程、用地、桥梁改建等等，这个部分我们过去投入了58点多亿。那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12电疏洪到底，它的整个的疏导洪水的功能，必须在最后来完成。上游剩下是2.多公里，就是我们最后要完成的工作。我们在8年800亿以及前瞻基础建设之后，已经完成了很多大部分的工作，但最后这一部分如果没有完成，非常可惜。我们希望从源头系统性的来治水，所以我们提出了新治水、新供水跟降漏水整个大的一个工程计划。但是我们有3个目标，第一个，这个计划完成之后，要最小淹水面积、最快退水时间、最高安全标准，我们用3项指标来完成这样的工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整个安南区过去常常变成这个淹水热点的地方，我们检视的结果都没有造成积淹水，因此呢，非常谢谢这些分洪设施的功能，也唯有这样子发挥功能。感谢前瞻计划，感谢我们赖总统还有蔡前总统他们的一个支持，让占有全台湾易淹水区域1/3的台南市，这一次没有发生这个积淹水。那这个可见前瞻计划是有功效的，可见中央跟地方协力是有效果的，能够对于居民的生命财产尽最大的保护作用。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6月23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获连署罢免的24位国民党立委以及新竹市长高虹安，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罢免投票日就伫咧7月26。对此，民进党台南市立委林俊宪、率领共党立委郭国文、林宜景甲10外位议员组成台南队，支援全国大罢免。将全力协助全国各地推动罢免投票。全国大罢免，台南不缺席。立委林俊宪率领共党3名立委以及10外位跨党派议员，发出响亮的口号，展现团结的气势。第一批获罢免的国民党立委有24位进入最后阶段，后个月26号特别投票。虽然台南属于非罢地区。不过，将投入台南的资源，全力协助全国的罢免团体，提供了火力、物力、人力全方位全力的一个支持。我们在7月26号的投票一定要大成功，大罢免大成功。林俊宪表示，伊是民进党内上早挺大罢免哪位的立委之一，一路以来拢伫咧台南协助收集外关区罢免哪位连署书，即马将准备甲台南的民主之力造福全国。我想，民进党第3阶段如果没有全部跟公民力量做最大的团结，未来的国会真的会让蓝白两党胡作非为。黄建豪那时候为什么拿椅子要砸我？彭孟凯为什么把我推下台？这笔账也要算一下。台南队会北伐。也会东征新兼民进党台南市东部主委的立委郭国文及立委林宜景，嘛拢有想要对付的目标，同时嘛替台南的预算争一口气，因此站出来呼吁全国乡亲罢免无4人的立委。台南市民所发采访报道。台南市市长古迹丰新庙是全台唯一主菜丰新爷的庙宇。即马煞传出后壁的土地，将要起5层楼的厝。
庙方欢乐若是开学，恐惊会造成庙体结构放弃，因此发起抢救行动来抗争。对此，市府表示已经要求业者根据着文字法提出审查，目前审查也未通过，将会严加把关。起起来就是我呢。台南古迹红神庙头前最近放了一座模型，考试后壁25平的土地，建商将要起5层楼高的厝，还佫有2楼半的地下室，干搭体80公分施工，毋那在地居民反弹，游客嘛认为会影响古迹的感官，而且庙体无地基，若是开学，恐惊会放弃。庙后面有一个商业区的大楼。然后这样就会影响到感官。已经认定它是一个古迹，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破坏这个古迹？它不是天灾造成，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避免。这学咧绝对会别离爱起价。阮所主互恁的文件互恁的，恁拢一直甲阮讲合法的，合法的。所以我拢一直咧讲的，讲你的合法性是伫倒？庙方质疑庙地产权对日治时期就是庙方所有，后来煞变经做国有地、市有地，最后甚至放袂掉，成为商业用地。议员陈义珍历经质询的时阵，就要求市府要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避免文化资产遭受迫害。咱这个历史文化的城市台南吼，那真正咱的古迹受到任何损害，我想咱台南市吼真的是丢不起这个脸啦吼，所以嘛要求咱的市府、咱的相关单位一定要做好把关的工作，保护咱古迹的完整跟安全。要求业者必须依照文字法提出审查，提出相关的计划说明。那目前审查尚未通过。市府强调对着古迹保护非常重视，无论是地幕、外观协调、安全距离，也是施工方式，拢依照法律严格把关。不过庙方为了保护将近300栋历史的建筑，嘛无排除发动抗争。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市长陪你拍台南市市长奖颁奖典礼第4场伫咧主席高中场场，市长黄伟綽专程配合每一位学生的创意动作，不管是少年人上爱的动作甲手势，甚至拍学生翕相，出头相当的多。台南市自2002年度起，创新推出市长玻璃戏活动，鼓励学生自由发挥创意，甲市长合影，留下独一无二的青春回忆。今年市长玻璃戏第4场活动，23日伫主席高中场场，市长委特特别陪每一位学生翕相留念，也勉励每一位学子勇敢迈入人生当中的后一段考验。今天是我们第4场的市长陪你拍，那我们为了因为今天属于各位的日子，希望我相信各位都是每个学校最优秀的，但是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里面。挑战会很大，竞争会很激烈，但是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克服。那把握一个人生美好的回忆，所以市长陪你拍留下精彩的瞬间。这次市长陪你翕，除了时下少年人上爱手势动作以外，有一寡胆量较大、勇敢表现学生，也要求市长舞刀舞腿电武功，甚至还有学生要求市长陪伊来翕相。黄伟綽无第二句话，什么动作拢配合。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为着重视校园甲周边学生安全，立委林俊宪邀集中央国土署甲教育单位南下会勘，针对着南宁高中通下报道工程，总经费5600万，将由国土署编列经费。另外，二星国小校园排水系统改善，因为欠缺体育设施，立委嘛希望国教署甲体育署共同处理。立法委员林俊宪长期关心校园的安全，甲咧周边通合步道的设置甲规划。2月3号上午，也是中央国土署、甲咧国教署、体育署等单位南下会勘，其中针对南区的立新国小，因为校园的排水问题，只要一落大雨，就造成操场的周边积水，唔定影响到拄新设的人工跑道，还佫有真侪体育设施。因此，希望体育署甲国教署会用来共同处理。今天我们邀请教育部相关单位，
还有以及我们的议员林立庭议员、李启维议员还有那个周家伟议员，我们来到南区的日新国小。日新国小现在在评比上这个它第一个它家长接送区的那个安全性的问题，还有校内体育设施积水的问题。我们请相关单位来做协助，那也特别感谢了教育部的国教署还有体育署，我们今天都有达成一致协议，那我们今年就开始做计划，明年就可以来解决那个大部分的淹水问题包括体育设施积水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孩子更安全的一个活动体育的一个环境。因为校园的排水问题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安全。国教署甲体育署会新编规划设计费，每年来解决。另外，伫个南宁高中的同学散步道的防合工程，包括人行道的改善、路口安全，甲地美化、照明等，总经费5600万。立委嘛希望国土署会用来编列预算做改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国际山野节21号正式开幕。现场规划青龙大位、山野饼、山野点心品尝、甲山野料理展示，吸引一民众参加。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爽安倍朝会嘛特别出席活动。广受国内外民众喜爱台南山野，目前已经进入3季，为向大众宣告台南山野季正式到来。7月21日伫走马路农场举办2025台南国际山野节，现场除了有各种山野展示。还有山野饼，互民众免费试食。同时，嘛有安排各区的青龙适当行销，丰富的活动规划，吸引大批民众前来。台南山野好滋味，不只受到国人喜爱，真侪外国朋友也学了解会搭志。2025台南山野节，市府嘛特别邀请到日本前首相夫人安倍昭惠担任开幕嘉宾。3、2、1。请节目2025台南国际芒果节热闹登场，欢迎！台南国际芒果节已经是第12年了，在这12年中间，许许多多的民众，包括台湾的民众、外国的民众，借着芒果节能认识台南的芒果。那台南的芒果占全台湾1半以上，所以说这个芒果节对我们来讲。别具意义。近年来，大家都品尝到非常好吃的台南芒果，我们也期待这个芒果节不是单向的行销，是双向的交流。许多国外的好的产品，包括刚刚郭委员所介绍的这个我们山口县的河豚，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跟国外交流，能够我们的吃到山口县非常好吃的河豚，还有其他许多友谊城市的很棒的产品，包括我们之前也吃到了青森的苹果，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的东西，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安倍昭惠致辞时表示，看到台湾有遐尔侪种类的山野，感觉到非常的惊喜，也非常的欢喜。いろいろな種類のマンゴーを見せて。黄市长有特别的介绍我们看到台湾有这么多种类的芒果，他觉得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开心。终于遇见了我们这么好、这么多的台南的芒果。随后，市长黄伟哲也陪同安倍昭惠前往走马路农场明林山野园种下山野树作为纪念。安倍昭惠表示，安倍晋三特别关心台湾甲日本的关系，希望日台友谊会当延续，也希望日本甲台南伫各领域会当有更深度交流。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
根据着卫福部国民健康署2022年癌症统计，肺癌的发生率也是死亡率拢是排名第一。因为肺癌无明显的镜头，较歹发现，因此心台病院医生就呼吁，一定要定期体检，早期发现才会当提升生活品质甲存活率。心台病院胸腔内科医师林建佑表示，肺癌的初期大多数无明显的症状，就算肿瘤大到3公分，患者嘛可能袂感觉无爽快，一直到后来扫火、呼吸困难才来就医。通常拢是尾期失去黄金的治疗期，因此自今年114年开始，国民健康署扩大肺癌的筛检对象，只要符合年龄的限制，有家族史或者是重度食粉者，每2档拢会用接受一间低质量的电脑断层的检查。目前这个肺癌是所有癌症之中就是发生人数跟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癌症那由于症状或者是我们一般的 X 光，它的这个精确度、灵敏度，在肺癌筛检都不是很好。目前唯一有医学实证的就是我们胸腔的低剂量电脑断层那目前研究是发现，在重度吸烟者可以降低我们20% 的20% 的一个死亡率相较于 X 光。那所以我们目前国健署会建议说，在有抽烟的，就是重度吸烟者，以及有肺癌家族史的病患的民众建议要做胸腔的电脑断层，早期发现可以增加生活品质，可以增加我们的存活率。为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甲存活率，医生呼吁民众应该把握公费的筛检，唔通等到有症状才来检查。以每期5档的存活率无到1成，甲早期发现肺癌第一期5档的存活率9成来比较，早期发现才会把握黄金的治疗时期。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庆祝开业10周年，同时嘛迎接暑假来到，台南复兴大饭店推出全新改装豪华客房专案，让消费者亲身感受10年一见百感体验的大新安排。台南复兴大饭店开业10周年，特别在今年暑假推出10年一见百感体验全新改装豪华客房专案，以和洋房风格的日式设计，并以温润木质地板取代传统地毯，更新增了和式客厅，为入住旅客规划全新且独立的休憩空间。10年一见百感体验，台南复兴大饭店迎来开业10周年进行豪华客房的一个全面改装，引进日式风格的设计，打造一个全新的和式客厅，让旅客呢有更悠闲充分的一个休憩空间。同时，为迎接暑假期间亲子旅游热潮，台南复兴大饭店更贴心推出知名寝具床垫品牌家床服务，打造舒适安稳的睡眠环境。迎接暑假亲子的一个到来，我们也提供棉豆腐旗下知名品牌棉豆皮的一个家床服务，可以提供第3、第4人的一个寝具使用。那也推出一个优惠专案，3588不含早餐，以及或者1不20、5280，来提供我们更多一个消费者来抢先体验我们这样的一个全新客房的一个空间。台南复兴大饭店位于府城旧城区的商业中心，周围有许多历史古迹、旅游景点、知名商圈、夜市等，交通便利，购物方便，是许多亲子家庭、商务旅客的优先选择。这次的10年一见百感体验，更推出了豪华客房不含早餐或是1博20专案，提供消费者自行选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北市莺歌区的年度盛事画图比赛，今年扩大予全国民众参加，作品嘛会伫新北市美术馆展出，吸引超过1000件的作品投稿，创下历史新高。这摆比赛除了作品展现创意卡数，嘛予更加侪人亲自认捌莺歌的地方特色。画笔下的莺歌有时动感十足，有时温柔细腻。新北市莺歌区今年的创意绘画比赛以“动的美丽，因你而美”为主题，不限居住地，吸引来自全国各地超过1000件作品参赛。除了广度提升，也让参赛者更深入了解莺歌的地景与文化。社会人士啊，年轻的小朋友们
都一起来参与对我们莺歌有更多的认识，让莺歌的能见度、亮度能够提升。那特别我要提的就是这一次所以整个报名的人数整的大大的提升。那表示说，因为美术馆还有这次的视状运动，为这次的活动也带来了一些效应。那希望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未来多办也让全台湾、全世界的好朋友都来我们莺歌，都来美术馆，来这边走一走。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从教育着手起，从我们的幼儿园一直到社会组，这几年的一个活动也不断的在改变。那从一开始只有幼儿园就是学校的孩子，一直到扩到社会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就会看到不论是亲子共学，或者学校老师跟孩子一起共同参与一个活动，所造成的一个氛围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可以运用同样的一个方式跟精神来推动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我相信对于地方都是一件好事。许多参赛者在创作前特地查找莺歌的历史与特色，像是老街风貌、陶瓷文化、铁道场景等，都成为创作的灵感来源。评审指出，今年的作品不止数量多，连深度和美感表现也都提升了不少，让比赛的水准再上一层楼。带有一个90岁的阿公阿嬷出来画，就鼓励他们画，他们也不晓得怎么画，但是就引导他们，就是运动，就是要运动，动起来。身体会健康，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他们很开心。对，长者他们也是很少参加这个，可是他们这次参加已经第3年了，也是很特别。他们因为这一次的主题之前是美术馆嘛，这一次的主题是运动，所以他们对运动，因为我们身体要健康，一定要运动，要动起来。整个人体的生成细胞会比较健康，所以说对，所以他们很开心，他们画得很开心，然后只是说他们画到他们自己的那个图案觉得很好笑，就是说动起来，可是怎么它就荡荡的，那怪怪的，所以他们也觉得很疗愈整个过程，所以他们很开心的完成一些作品。区长曾明华表示，这样的艺术活动不仅能提升在地的艺文气息，也呼应刚落成的新北市美术馆的全民美术馆精神，让艺术走进生活。市议员洪家军也说，会持续支持这类的艺文活动，帮助莺歌除了陶瓷文化之外，有更多的人文面向被大家看见。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23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楚怀，咱再会。阿妈你好，我是来给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波比哦。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比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
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我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个冬天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阿妈你好，我是来跟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
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